经常用手机哄孩子，是不是会养成电子瘾？为什么寶寶一收手機就鬧脾氣？大家好，歡迎嚟到老 Best， 我係 Dr. Mark， 每期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同大腦相關嘅一啲有趣研究。美國嘅兒童醫院就掃描咗47個5歲嘅小朋友嘅大腦啊，咁佢發現咧，如果每日睇屏幕多過1個鐘頭嘅小朋友咧，佢嘅前額葉區嗰個皺褶咧就會少咗15%。呢個位置咧係我哋情緒控制嘅一個非常重要嘅 CEO 位嚟嘅。一般正常情況之下咧，我哋玩積木嘅時候咧，我哋嘅大腦感受到呢個多巴胺咧，就會慢慢上升，一路咧去到100%，我哋就會感覺到開心。但係睇 YouTube 嘅時候咧，其實你嘅大腦多巴胺咧就會直線飆到去200%，即係話我哋嘅興奮度高好多，好似咧俾小朋友食可卡因一樣。咁所以睇屏幕嘅時間越多，其實就越危險。最驚嘅係，如果連續7日每日睇超過42分鐘，42分鐘嘅多巴胺嘅敏感度咧就會下降20%，係永久性咁樣下降嘅。醫學雜誌 Nature 喺2019年嘅時候追蹤咗800個小朋友，佢哋18個月大嘅時候咧，每日睇屏幕多過28分鐘嘅時候，去到3歲會出現語言發展遲緩嘅風險咧，就會比一般小朋友高2.7倍。但係神奇嘅地方就係，如果透過投射去睇嘅話咧，呢個情況就即刻減低一半。至於俾小朋友睇幾耐咧，我哋一般建議咧2歲前咧盡量都唔好俾佢用手機當奶嘴咁用。咁呢個黃金嘅法則就係，其實每一次嘅屏幕時間咧唔好超過佢嘅心跳次數，即係話大概每15秒再乘以佢嘅年齡。即係如果佢係2歲嘅話咧，咁每次睇就唔好超過30秒啦。喺2022年嘅時候咧，韓國首爾大學有一個有趣嘅發現，佢就發現原來好早俾小朋友用呢啲輕觸式嘅屏幕其實佢指尖神經嘅敏感度比起較少用屏幕嘅小朋友會差38%。咁但係改善用翻啲真實按鈕之後2個禮拜嘅訓練佢就可以逆轉翻76%。所以唔好咁早俾你嘅小朋友用輕觸式屏幕。如果大家中意我哋頻道嘅內容嘅話，歡迎大家 comment、like and share。我哋下條片再見啦。